你们有电话恐惧症吗？不觉得每次电话响的时候，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接电话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对方要干嘛。而且每次电话响，我都觉得对方是有急事，不然到底为什么不能打字？后来发现我对门铃也是一样，每次门铃响都像在抽盲盒，不敢开门。所以我决定装了一台视讯门铃，它的2K 高解析度镜头、全彩夜视功能跟165超广角视野，让我不管在白天晚上都能把门外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不用特地跑去门口，用手机 App 或室内萤幕就能及时查看，还能直接双向对话。外送包裹或突然来访的客人都能先确认再回应，安心感真的差很多。而且它的内建5000毫安时大电量，最长1.5到2年才需要充一次电，完全不用怕门铃一下就没电会没安全感。总之，现在电话响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先深呼吸一下，但至少门铃响的时候，我不用再一个人担心害怕了。这台 SwitchBot 智慧视讯门铃真的不离不行，推荐给大家。